如果心入面嘅傷口一直痛，你會唔會願意試下搵個人講？Chloe 入嚟啦！Chloe，你睇你媽咪咧？佢哋唔得閒嚟啊！呢個咩？唔係啊，你做喎，你問其他人借啊。一齊。Chloe，你 OK 嗎？你唔開心，不如你哋先。好。入去唔入去，萬一咁入去都係唔入去啦。你喺度諗咩？Chloe，我聽到你把聲入邊有無限嘅勇氣同力量，唔好忘記每個人都有脆弱嘅時刻，喺必要嘅時候勇敢咁尋求幫助，允許被幫助，從來都唔係軟弱嘅表演，相反係一種勇敢。大聲講出嚟，我需要幫助，你會發現身邊好多人願意伸出援手，同你共度難關。可惜尋求幫助，一次次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，勇氣先係造就我哋成長嘅養分。所以唔好驚，你永遠比自己想象中更強大，更有力量。當你停止追問點解係我，命運先會回答，為咗成為點樣嘅你。